这手感细腻光滑，有弹性，是个好皮子。这位客官，请你放尊重一点，我可是卖艺不卖身的正经乐师，你就是曾经名动江湖的夺命琵琶吧？你是？没错，我已经潜伏在花满楼好几天了，伺机出手。我要的人呢？原来是你！你要的人在楼上，稍安勿躁，等没什么事儿，把他叫下来。去吧。我的妈呀，见鬼了！你说什么？我是鬼？西施姑娘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西施姑娘，你好生听我解释啊！好，你说，我让你慢慢说。救命啊！别怕笑，我来了。谁欺负你？告诉我，我要替你摆平。这位姑娘，光天化日之下强抢乐师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你算哪根葱？要你多管闲事。查实我這一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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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係只得三個字，其實只得三個 one two three 哦。我愛你 I love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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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 love you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你愛你。我的妈呀，这是整哪一出啊？惜春，请你敞开你太平洋般的胸怀，容纳我这一颗小小的爱你的水滴，请你用你阳光般的爱照射到我。就是他，赶紧把他给我带走！我去，这都什么节骨眼了？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里不务正业！我管你是什么鸟兵不是狼，要是完成不了任务，我就宰了你下酒！请你放尊重点，没看见我现在正在表演？哼，耽误了我的终身大事，谁都别想好过。这位兄台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你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呢，你既然喜欢上惜春姑娘了，你这是灭绝天伦之师啊！这是。都别说了，这人我要了，你凭什么？就凭他跟我表白，不像有些人不知好歹。走，别走！我的，别走！滚！亲爱的春，都住手！人是我的，谁也别想动。你就是辽国的走狗吧？来的正是时候，今天就把你们一锅端了。就凭你一个南唐的小捕快，什么？捕快？原来如此，我以为你会喜欢上这个禽兽，原来姑娘是在欲擒故纵，好手段。别！二位客官，息怒，我们惜春姑娘哪里是什么南唐捕快啊？这里一定有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你让是不让？你让还是不让？我不让啊！我赵琵琶孤独寂寞了大半辈子，天天与琵琶为生，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知心姑娘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为我受难。我的妈呀，感天动地呀！为了一个女人，你竟然不顾兄弟之间的情谊！哎呀，赶紧起来！你这个没出息的，脸都被你丢光了。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惜春，昨天晚上却向别人表白，你简直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，你心口不一。我看你只爱你的琵琶，拿着惜春姑娘做幌子，欺骗感情啊！惜春姑娘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
你就是一个身披羊皮的禽兽。不是因为你，我今天也不能走到这一步。别扯开话题，你就说惜春和琵琶哪个更重要？对，哪个更重要？哪个更重要？我当然选惜春。你有种就把你这宝贝琵琶砸了，现在就砸，表明心意。对，表个态，表个态。砸呀！太中了我的毒针，暴毙而亡。天哪，白忙活了。琵琶，记得好好谢我。家有房屋千万座，睡觉只需3尺宽。日落西山，黑了天，只有一家没关门。要问为啥门没关？敲锣打鼓起神仙。花姐，这个老太太怎么看上去神神叨叨的，感觉有点小恐怖啊！这是神婆，能不带点神气吗？这可是我跑了10里地才请来的，一般人看不见的。甭管他神婆鬼婆，这都1个时辰了，还没有一点迹象，靠不靠谱啊？问题是现在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！男子汉大丈夫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先进去再说。磨磨唧唧的吵得我脑子疼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哦，惜春姑娘，你一定要听我解释啊！其实那天晚上我跟莫愁表白是迫不得已啊。其实我根本不喜欢莫愁。哦不，不是不喜欢，而是不是那种喜欢，都是因为那个禽兽看上了莫愁。哦不，是盯上了，他想从中。赵琵琶呀，赵琵琶，你太好玩了！哎，笑死我了，笑得我肚子疼。惜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跟你说话，我的心脏就砰砰砰的跳，言语不受控制。哦，请你不要见外。哦不，不要介意。行了行了，姐都明白，你就别强行解释了。那你为什么会生这么大的气？生气？我生气不是因为这事儿。哎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，莫愁到现在还躺在床上呢，多好一姑娘家呀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你怎么跟人家爹爹交代呀？事到如今，都是我错。看来是时候拿出杀手锏了。什么？夺命琵琶。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说过？